府。府字共8筆。第一筆點，第二筆橫，第三筆撇，第四筆撇，第五筆豎，第六筆橫，第七筆豎勾，第八筆點。半包圍列球。府的字義，儲藏文書或財物的地方。府庫。天府。舊時封建貴族和官僚的主宅，泛指一般人的住宅。府邸。府邸。王府。府上。中國唐代至清代的行政區域名，等級在縣和省之間。開封府。府韻。府字。府史。首府。國家行政機關。政府。官府。古銅府。狀府。府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名詞。儲藏文書或財物的地方。說文解字。廣報府字。清。段玉裁。注。文書所藏之處曰府。孟子。告子下。今之事君者，皆若我能為君闢土地，充府庫。官署。官員辦公的地方。御。官府。首府。總統府。民選。諸葛亮。出師表。宮中府中。區為一體。古代介於省、縣間的地方行政機構。御。開封府。徐州府。達官顯貴的住所。御。王府。《紅樓夢》第2回，路北，東是寧國府，西是榮國府。尊稱別人的居處。御。尊府。貴府。造府拯救。泛指人物聚集的地方。文選。陸機。文賦。由文章之林府，家麗祖之彬彬。成。余漢代有府誨。